歡迎收聽新視角聽新聞，我係國華。中共當局近年嚟大力發展太空武器，最近爆出嘅衛星前導係最新一例。雖然北京口頭上只提和平利用太空，但呢啲動作顯示出美中軍事對抗同競爭已從地上搬到太空。3月18號，美國國防新聞報道，美國太空部隊一名高級將領表示，商業系統已經觀察到中國衛星喺低地球軌道上演練前鬥動作。呢項該行動發生喺2024年，涉及3顆實驗24C實驗衛星同另外2顆具有信號情報任務嘅實踐605A 同 B。呢次演習展示咗呢啲衛星喺軌道上執行複雜機動嘅能力，即交會同近距操作，涉及繞過其他物體，仲包括對佢進行檢查。太空作戰部副部長蓋特萊恩表示，中國嘅太空前鬥正喺度練習從一顆衛星到另一顆衛星進行在軌太空操作嘅戰術、技術同程序。中共過去亦曾進行過類似嘅會合同近距操作，但呢次涉及嘅衛星比之前更多。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員周若敏對大紀元表示，衛星前鬥係指衛星喺太空中作戰嘅理論概念，包括使用干擾技術破壞通訊或導航系統，使用定向能量武器或小型導彈損害或摧毀衛星，靠近目標衛星抓取進行破壞干擾等。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同作戰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許志祥表示，衛星前鬥跟戰鬥機前鬥不太一樣，太空範圍非常廣大，衛星只要能夠有機動能力，靠近另一顆衛星進行所謂嘅交會，都可視為太空前鬥。許志祥表示，衛星前鬥多數情況係抵近檢查對方衛星等。過去中共實驗系列衛星曾使用機械臂維修衛星。許志祥講，呢種技術既然可以去檢查維修另一顆衛星，當然亦可以去捕捉或破壞其他人嘅衛星。周若敏認為，目前大多數嘅衛星互動都係防禦性嘅，例如追蹤其他衛星、建立保護範圍或發展反衛星技術，並冇實際衛星前鬥嘅案例。不過，無論係喺中國媒體或中共軍事著作中，都非常關注發展反太空能力，並為呢個提供多種理由。2021年，一名中共軍方高級官員解說，中共從2005年開始進行反衛星導彈試驗，之後研製出一款裝置咗機械手臂嘅反衛星實驗衛星。時至今日，中共軍方依然管理住中國整個太空基礎設施。每一個發射設施、跟蹤設施同任務控制設施都係軍事設施，而中國嘅太空人幾乎都具有軍人嘅背景或身份。許志祥指出，而家嘅先進作戰能力基本上都跟太空運作相關，不管係精準攻擊或係烏俄戰爭非常矚目嘅低軌道通訊衛星等，各種作戰能力高度依賴太空。咁亦係美軍喺多領域作戰中將太空視為關鍵領域嘅原因之一。國外觀察家及研究普遍認為，中共正喺度大力發展太空武器。美國太空軍司令薩爾茲曼喺接受政客採訪時表示，中共研製嘅太空武器種類繁多，而且研製速度之快令人憂慮。美五國大樓嘅評估表明，中共唔單止係軍事對抗，亦反映咗佢對全球技術同戰略領導地位嘅野心。專家表示，如果美中之間爆發戰爭，咁樣戰爭好可能會變成由太空開始。中共一直喺度研發從地面或太空發射嘅導彈，以摧毀敵方衛星或發射衛星嘅地面站，並開發地面或太空高功率激光器，以摧毀或損壞敵方衛星。2005年，中共軍方利用激光技術喺新疆對一顆位於600公里外嘅低軌道衛星進行咗一次衛星致盲實驗。2011年，美中經濟同安全審查委員會報告顯示，2007年同2008年，中共涉嫌4次入侵美國政府嘅2顆非軍事衛星。
2019年1月，美國國防情報局警告講，中共好可能喺2020年部署一種可對抗低軌道太空感應器嘅地基激光武器，以破壞非光學衛星嘅結構。周若敏表示，對美國嚟講，太空部隊需要具備阻止並喺必要時擊敗侵略嘅能力，以確保優勢掌握喺自身手上。美國會不斷提升衛星數量，建立低成本衛星網。一旦中共真嘅實施反衛星活動或衛星纏鬥，可降低損失。許志祥表示，中共呢類能纏鬥嘅衛星唔會好多，好低價。中共實驗24號系列唔係呢種非常大量部署嘅嘢，目前仲係處於喺技術驗證嘅狀態，唔算成熟。佢講，如果中共用非常昂貴嘅反衛星導彈去攻擊成本低廉、壽命亦短、似消耗品一樣快速替換嘅小衛星，比如星鏈衛星，顯然係唔划算嘅。如果要打下高強度、高價嘅衛星系統，佢就要喺更高嘅軌道，需要更昂貴、更高成本嘅反衛星武器。許志祥表示，另一個關鍵點係，如果衛星具有全面嘅覺知能力，可能受到威脅時，可以提早預警作出回應，比方變換軌道等。美國呢方面嘅能力已經好強啦。周若敏表示，太空喺國家安全層面嘅重要性，並喺於攻擊性嘅軍事作戰而已。許志祥表示，特別係習近平上台之後，太空係中共科技發展嘅重中之重。更加強調太空科技罩下更大規模嘅資源去發展，因為對習近平嚟講，民族主義係對內集權嘅重要工具。喺呢種情況之下，不管係大國敘事、中國夢、強軍夢敘事，太空科技都扮演非常重要嘅角色。許志祥認為，即使目前中共舉國之力發展太空科技，但缺乏呢一個至關重要嘅條件。美國新太空產業嘅高效率跟科技研發能力，來源於美國社會具有創新性及靈活性。呢個跟中共對社會嘅鉗制跟控制恰好相反，佢嘅容錯率跟應付能力冇咁好。喺呢方面，美國可以喺競爭中大幅拉大技術優勢。許志祥仲提到，習近平呢幾年清調咗相當多嘅軍工幹部。好似李尚福之類彈道導彈、火箭軍領域嘅人陸續下馬嘅時候，太空領域嘅科技研發係唔係會受到影響，有待觀察。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自大紀元記者宋棠、易如採訪報道。呢次嘅新視角聽新聞就到呢度，請記得訂閱、點讚。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嘅 Patreon， 亦請大家多多支持。喂，睇完咪走住啊！記得 like 啦、subscribe 啦，同埋撳鐘仔先，撐我哋撐真相啊嘛〜